然后，其实我有一个音乐人很引以为耻的缺陷，就是呢，我唱歌还可以，可是我吹口哨很难听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口哨吹得这么难听哎。阿达叫他。不是，你要虚尿尿的那很简单啊。我说要吹一个旋律，那个呢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口哨吹得这么难听。会吹的人。啊，真的吗？为什么吹口哨？为什么我吹口哨会这么难听？而且我从头到尾都知道我吹的音不准，但是我控制不住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那我接下来带一首吹口哨的歌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上个礼拜不是2个礼拜前啦，上个礼拜本来要开演唱会，然后跟赵咏华但是因为这个我们在前置作业的末端呢，太多工作人员染疫，所以我们后面的工作完全没办法做，只好我们延期。那这首歌原本是要在演唱会上面发表的，那就让我在这边唱给大家听。这首是